美国国务院俄罗斯和欧亚事务专家、维吾尔问题研究者斯蒂芬·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发表声明否认中国政府关于维吾尔族的声明。最近，中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白皮书，称维吾尔人不是突厥人的后裔，而维吾尔人并没有建立独立的国家。他在一份声明中否认了中国政府的上述声明。他说，维吾尔人是突厥民族中第一个城市化的、最早发明文字和建立国家的。在国际舆论中，只有穆斯林和土耳其人被用来形容维吾尔人。事实上，他们的许多特征都没有提到。反对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镇压的哈萨克维权人士比拉什被控煽动种族不和罪名。哈萨克法庭29日首次开庭审理。比拉什是当地人权组织阿塔朱尔特的领导人，反对中国政府镇压东突厥斯坦境内的哈萨克、维吾尔等突厥穆斯林民族。而后，比拉什被当局逮捕，一直被软禁。他被控煽动种族不和罪名，最高可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比拉什的支持者聚集在哈萨克首都诺尔苏丹的法院，大声欢呼。法官星期一作出裁决，此案送交阿拉木图市一家法庭审议，让比拉什的支持者十分高兴。比拉什被捕前一直住在阿拉木图，他的律师说，比拉什希望在家中软禁。中国正在紧邻台湾的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中国浙江和广东省两地海事局分别在7月28日与29日发布航行警告，将在东海舟山岛附近和南中国海东山岛海域附近举行军事演习。演习海域已被实施禁令，禁止一切进出活动。此外，据台湾新闻报报道，台湾当局就此次演习发表声明称，将采取措施观察空中和海况。联合国指出，叙利亚伊德利卜减压区目前的冲突迫使数千人逃往土耳其边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他对叙利亚西北部冲突地区300万人的生命安全深表关切。他说，由于冲突，上周末数千人被迫逃往土耳其边境。在过去4个月中，冲突中有500人死亡，7所学校和1所卫生中心遭到破坏。伊朗海军司令侯赛因·汉扎迪表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和俄罗斯国防部签署了一份关于扩大军事合作关系的备忘录，双方可能很快将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地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伊朗最高军方表示，这份备忘录是在侯赛因·汉扎迪访问俄罗斯期间签署的。汉扎迪此前对伊朗通讯社表示，俄罗斯和伊朗可能很快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举行联合海军演习。我们已经同意在印度洋举行2国军演，可能在印度洋北部举行，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汉扎迪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他还参加了俄罗斯海军节的庆祝活动。